总统大选要到啊，中国唔若出动军机甲军舰扰乱台海，这气球嘛小接飞过来。美国的白宫已经表态支持台湾的民主，呼吁外界莫介入台湾的选举。啊，那咱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提醒大家，中国出头了了，咱就要较密切哩。大选晚间啊，中国扰台动作不断。国防部初五公布查到共机8台共艦4隻伫台海周邊活動，也有一粒空飄氣球飛過太極中線，向東北方飛過去。最近中國的空飄氣球一直出現，甚至穿過本島的天頂。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測試呼籲外界唔通干涉台灣的選舉。We obviously support the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aiwan. We continue to urge anyone outside Taiwan not to interfere in their ability to have a free, fair, democratic election. 对有媒体报道，中国散布假消息，甚至透过旅行甲金钱来讹诈台湾官员。科比伫记者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阵表示，虽然无法度证实这个报道，不过搁再明确的表明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希望台湾的民众投票的时阵会当自由选择下一任领导人。中国对台界限的事情我们国安单位呢一直有很好的这个掌握。在这里我要特别呼吁我们全体国人同胞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法网。他中共也会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去凸显出我们国防部可能没有的无能为力，以及去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这个都是他们在认知作战上面经常会运用的手法。学者分析，中共伫这届大选前，无互军机舰做出明显恐吓的行为，都是惊互人讲是伫施加压力，引起反效果。不过，因也是利用空飘气球，也有放假消息这方式，想要介入选举，来表现因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